我叫趙志監，中國香港棒球隊前投手。我由6歲開始喺香港社區球場第一次揮棒，到代表香港征戰亞運會，棒球一早已經融入我嘅血液。2018年嘅耶加達亞運會，我哋創下咗香港歷史上最佳嘅戰績。但係榮譽背後，我見到殘酷嘅現實。香港運動員好難靠熱情為生，呢一個令我萌生咗創業嘅念頭。要為退役嘅運動員鋪路，更加要將夢想同熱血傳承俾下一代。2023年，當我哋香港嘅球館面臨一個瓶頸嘅時候，前海俾咗一個先發嘅機會我。半年嘅免租期，一啲人才嘅住屋補貼、免息貸款等等，都係實實在在咁支持我哋第2間分館快速落地夢工場。喺呢度，我哋堅持1對1同埋1對4嘅小班教學，用科技突破呢一個傳統嘅訓練痛點。好多球員苦練咗5、6年之後，進步都緩慢，而我哋數據化嘅訓練體系，短短幾堂課就可以睇到一個飛躍嘅進步。而呢2位內地嘅夥伴，曾經係我並肩作戰嘅師兄，依家喺前海，我哋共同搭建一個運動員轉型嘅平台。一方面係教棒球嘅技術技能，另一方面就係互相交流營運嘅方式。好多人會問香港青年北上創業難唔難呢？前海其實就係最理想嘅擊球區，佢用高效嘅服務消除誤解，用廣闊嘅空間承載夢想，實現創業嘅全壘打。我準備好啦！